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19日，咱做伙来读历代志下卷第13章到第19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3章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第18年，阿比亚做犹大王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年。伊的老母叫做米该亚，是基比亚人乌列的查某囝。阿比亚甲耶罗波安常常交战，阿比亚带40万精兵出阵，耶罗波安嘛带80万特选的兵迎战。阿比亚徛伫以法莲山区的西马面山，讲：耶罗波安甲以色列人民着听我讲，恁应该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有甲大卫立未悔除的约，将以色列国永远赐予大卫甲伊的子孙。毋过，大卫的囝所罗门的元神尼八的囝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伊的主人，伊调集一寡无路用的匪类，公然对抗所罗门的囝罗波安。迄时罗波安要少年无经验，袂当抵抗因，但宁可恁人多，声势大，阁有耶罗波安为恁做的金牛仔做神明，要反抗大卫的子孙所治理上主的国。恁咸毋是将上主的祭司阿伦的子孙甲利未人赶走，照外国人的做法，家己设立祭司，甚至无论什么人牵一只牛公仔甲7只绵羊公来，恁就甲伊设立做所谓神明的祭司。毋过，阮的上主是阮的上帝，阮无弃杀伊。阮有祭司阿伦的子孙，以及利未人伫执行服侍上主的职务。逐日早暗，阮献烧化祭，烧香香，伫纯金下桌摆献祭的饼予上主。逐个人搁点金灯台的灯，因为阮遵守上主阮的上帝的命令。毋过恁弃杀伊，看咧，上帝甲阮同在，搁领导阮。伊的祭司嘛大声分喇叭，要攻击恁。以色列人啊，毋通甲上主恁列祖的上帝交战，因为恁一定袂赢。耶罗波安调一部分的兵伫犹大人的后面埋伏，伊的军队对正面进攻。犹大人回头看，看到因前后受包围，就求叫上主。祭司嘛分喇叭，犹大人就大声喊进攻。因大声喊的时，上帝就伫阿比亚甲犹大人的面前拍败耶罗波安甲以色列的军队。以色列人伫犹大人的面前逃走，上帝将因交伫犹大人的手。阿比亚甲伊的军兵大胜利。以色列人特选的兵受杀死的有50万，以色列人受制服。犹大人得胜，因为因倚靠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。阿比亚对入耶罗波安，攻取伊骨力的城，就是伯特利、亚沙那、以弗伦以及遮的城附近的庄舍。阿比亚在位的时，耶罗波安无搁再强盛，上主拍耶罗波安，伊就死。阿比亚渐渐强盛，伊有某14个，囝22个，查某囝16个。阿比亚其他的事迹，甲伊的所行所做，拢记载伫圣经的评论集。
第14章，阿兵仔转去伊诶列祖遐，人甲伊安葬伫大别城。伊诶囝阿萨煞接伊做王。阿萨在位诶时，全国太平10年久。阿萨做上主伊诶上帝看做好，看做正直诶事。伊废除外邦神明诶坛甲山头坛，毁坏石条，册阿瑟拉女神诶雕像，佮命令犹大人追求上主，因列祖诶上帝，遵趁伊诶律法诫命，佮伫犹大逐个城废除山头坛甲香台。伫阿萨治理诶时，犹大国得到太平。伊伫犹大起骨力做坚固诶城，因为国家太平。伫迄几年拢无战争，因为上主赐伊平安。伊对犹大人讲：咱得来强化遮个城，四围起墙甲城楼，安城门甲门掣，因为咱有追求上主咱诶上帝。即个土地要是咱诶，咱有求叫上主，伊就赐咱四境平安。因就修造遮个城，事事拢顺利。阿萨诶军兵举盾牌甲枪鞋，犹大人有30万；举盾牌开弓诶便雅悯人28万，因拢是强兵诶勇士。国实王舍拉带军兵100万，战车300台来攻击犹大。因来到马利沙，阿萨出去迎战，双方伫马利沙诶西法山谷排阵。阿萨求叫上主，伊诶上帝讲：上主啊，你会当帮助弱小诶，嘛会当帮助强大诶。上主，阮诶上帝啊，求你帮助阮，因为阮倚靠你，搁奉你诶名，要甲遐个强大诶军队交战。上主，你是阮诶上帝，毋通互人看赢你。上主就拍古实人，互因对阿萨甲犹大人诶面前逃走。阿萨甲伊诶军兵追入因，直到基拉尼。古实人死伤真多，军力袂当搁复原，因为因互上主甲伊诶军队完全拍败。犹大人得到真多战利品，因搁攻打基拉尼周围诶城，因为遐个城诶人拢真惊上主。犹大诶军队抢遐所有诶城，因为城内财物真多，因破坏精神诶条，抢真多羊甲骆驼，就倒去耶路撒冷。第15章，上帝神临到俄德诶囝阿萨利亚，伊就去见阿萨，对伊讲：阿萨甲犹大便雅悯诶人民，请听我讲，恁若顺趁上主，伊就甲恁同在；恁若追求伊，伊就会互恁找着。毋过，恁若气杀伊，伊嘛会气杀恁。以色列人已经真久无信真神，无教导诶祭司，无律法。毋过，因伫患难诶时，归向找求上主，以色列诶上帝，伊就互因找着。迄时，列国诶居民拄着大扰乱，人出入无平安，国攻击国，城攻击城。上帝用逐款灾难搅扰因，但恁着坚强，毋通失胆，因为恁的所做会得到报赏。阿萨听到这话，甲俄德的囝阿萨利亚的预言就坚强起来。伫犹大甲便雅悯全地，以及伊所攻取以法莲山区遐个城，废除所有可恶的偶像，
佮修建圣殿走廊头前上主的祭坛。伊佮组织犹太人、便雅悯人以及寄居伫因中间的以法莲人、马拿西人甲西缅人，有真侪以色列人出来归顺亚撒，因为因看见上主因的上帝甲伊同在。亚撒王第15年3月，因拢聚集伫耶路撒冷。迄日，因对带来的赠礼品中间，奉献700只牛甲7000只羊做祭，互上主。因立约要全心全意找求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。所有无找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人，无论男女大小，拢得处死。因就大声欢喜，分扫角甲喇叭，对上主咒詛。犹太人民拢真欢喜，因为因专心对上主咒詛，佮专意找求上主，上主就互因找到，赏赐因四境平安。亚撒王废除伊阿嬷玛迦太后的位，因为玛迦有做亚舍拉可恶的神像。亚撒将神像撤掉，破互碎碎，伫吉伦溪谷放火烧。虽然遐个山头弹也未对以色列中除去，毋过亚撒一生完全顺服上主。伊将伊的老爸甲伊本身分别做成的金、银甲器具，拢带入上帝的圣殿。对迄时到亚撒做王第35年，拢无阁有战争。第16章，亚撒做王第36年，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犹大，修建拉玛城，要阻挡人伫犹大王亚撒遐出入。亚撒就对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摕金银，送互徛起伫大马士革的苏利亚王便哈达，对伊讲：咱来结盟，亲像你的老爸捌甲我的老爸结盟。但我将金银送你，请你废除你甲以色列王巴萨所立的约，互伊对犹大撤退。便哈达同意亚撒王的话，就派伊的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，攻破以魂、但、阿别别马加甲拿弗他利所有囤积的城。巴沙听到这个消息，就停工无搁修建拉玛。对安尼，亚撒王带犹大人民从巴沙用来要修建拉玛的石头甲材料，搬去重建沙巴甲米苏巴。迄时，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，对讲：因为你倚靠苏利亚王，无倚靠上主你的上帝，所以苏利亚王的军兵会脱离你的手头。古实人甲利比亚人的军队兼毋是真强大，因的战车甲马兵兼毋是真多。毋过，因为你倚靠上主，伊就将因交伫你的手。上主的目睭在巡视全地，所有专心归向伊的，伊会赏赐因快乐。伫甲苏利亚革命这个代志，你做了真功，因为安尼，你以后不时会有战争。亚撒听了非常生气，就将圣剑关伫家里。相时，亚撒嘛略带一寡人民。亚撒的事迹，对头到尾拢记载伫犹大甲以色列的王史。亚撒王第39年，伊的骹着病，镜头真伤重。看病的时，伊无求上主，干那找医生。亚撒做王41年就死。
安葬伫大鼻城，以为家己拍好诶梦，人将伊下伫床旁，床旁顶放真侪照特别诶方法调和诶逐种香料，人阁起真大诶火纪念伊。第17章，约沙法刷接伊诶老爸亚撒做犹大王，奋发自强，对抗以色列。伊派军队驻在伫犹大遐坚固诶城，搁伫犹大地甲伊诶老爸亚撒所攻取以法莲遐诶城派兵防守。上主甲约沙法同在，因为伊照伊诶老爸初期诶所做去做，无拜巴力，只有服侍伊诶老爸上帝，遵行伊诶诫命，无照以色列诸王诶所做去做。所以上主经过约沙法诶通知，犹大人民献礼物予伊，伊就有真侪财富，搁真受人尊敬。伊勇敢行上主诶道路，搁对犹大废除山头坛甲阿舍拉女神诶雕像。伊做王第3年，派伊诶元神便害以列、俄巴底亚、撒加利亚、拿坦业、米盖亚去犹大逐个城教导人民，甲因做伙去诶有利未人是玛雅、尼探雅、西巴地雅、阿撒赫、西米拉末、约拿丹、阿多尼亚、彼得雅、德巴德尼亚，以及祭司伊利沙玛甲约兰，因带上主律法诶册，行透犹大所有城，教示人民。犹大周围列国拢真惊上主，毋敢甲约沙法交战。非利士人有诶进贡银予约沙法，阿拉伯人割送绵油港甲酸油港各7700只。约沙法愈来愈强盛，伫犹大起要塞甲囤积诶城。伊伫犹大诶城有做真侪工程，搁伫耶路撒冷有用命诶证书，因诶数目照宗族记伫下面。犹大支族第一个指挥官是安娜，带用命诶证书30万；第二个是约翰兰，带28万；第三个是谢基利诶囝阿玛苏亚，伊甘愿奉献家己予上主，带20万用命诶证书。便雅悯支族诶用命证书伊利亚代，带亚弓剑甲盾牌证书20万。第二个是约沙巴，带武装证书18万。这个拢伫侍候王。另外，也有王派驻伫犹大坚固诶城诶军队。第18章，约沙法有真侪财富，搁真受尊敬。伊甲以色列王亚哈结亲。过几年，伊就去撒玛利亚拜访亚哈。亚哈为着伊甲伊诶军随，杀真侪牛羊，说服伊做伙去攻打基列诶拉末。以色列王亚哈对犹大王约沙法讲：你要甲我做伙去攻打基列诶拉末无？约沙法应讲：我诶就是你诶，我诶人民就是你诶人民，阮要甲你做伙去交战。约沙法阁对以色列王讲：请你先问上主诶意思。以色列王就调集先知400人，问因讲：阮通去攻打基列诶拉末，也是毋通？因讲：通去攻打，上主要将即个城交伫王诶手。
约沙法讲，遮减无阁有上主的先知，互咱探问。以色列王甲约沙法讲，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囝米该亚，咱通对伊请问上主。毋过我怨恨伊，因为伊对我讲的语言无一项好，常常只有讲灾祸。约沙法讲，请王毋通安尼讲。以色列王就调一个官员来讲，你赶紧去叫因拉的囝米该亚来。以色列王甲犹大王约沙法伫撒玛利亚城门口的五角场穿礼服，坐伫因的宝座。所有先知拢伫因的面前讲预言。基纳纳的囝西底家做铁的甲讲，上主安尼讲，你要用这个铁甲搭苏利亚人，大家因拢消灭。所有先知拢安尼预言讲，通去攻打基列的老伯，一定得胜。上主要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。迄个去叫米该亚的使者甲伊讲，你看，所有先知拢对王讲好话，请你嘛甲因相款讲好话。米该亚讲，我基用我的上主咒詛，我的上帝讲什么，我就对王讲什么。米该亚来到王的面前，王问伊讲，米该亚，阮通去攻打基列的老伯，也是毋通。伊因讲，好啊，做你去攻打，一定会胜利。这个城会交伫你的手。王对伊讲，我着叫你咒詛几遍，你才会奉上主的名对我讲实在话。米该亚讲，我看见以色列众人亲像无牧者羊四散伫山里。上主安尼讲，这人无主人，逐个人通平安倒去因兜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，我竟无甲你讲，这人对我讲的预言拢无好话，只有讲灾祸。米该亚继续讲，所以着听上主的话。我看见上主坐伫宝座，天顶的万军徛伫伊的正边倒边。上主讲，什么人要引诱以色列王亚哈，互伊去基列的老伯死伫遐？这个讲安尼，迄个讲安尼。后来有一个神出来，徛伫上主的面前讲，我去甲伊引诱。上主问伊讲，你要安怎甲引诱？伊因讲，我要出去做白贼的神，互遐个先知讲白贼。上主讲，你甲伊引诱，一定会成功。你去，照安尼做。现在上主有互白贼的神入伫你遮的先知的喙。上主宣布要降灾祸互你。基纳纳的囝西底家行进前，算米该亚的喙皮讲：上主的神什么时离开我来对你讲话？米该亚讲：你去密伫密房，迄日就会知。以色列王讲，将米该亚掠起来，交互市长阿文甲王的囝约阿斯。甲因讲，王交代将这个人关落家，互伊一束仔饼甲水就好，等候我平安倒来。米该亚讲，你若真正平安倒来，我就是上主无托我讲话。佮讲，恁大家就会记得我讲的话。以色列王亚哈甲犹大王约沙法去进攻基列的老伯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，我要改装上战场，你通穿你的王服。以色列王就改装，因就上阵。苏利亚王有吩咐伊的战车长讲，毋通甲因的士兵也是官长交战，只有甲以色列王交战。战车长看到约沙法就讲，这个一定是以色列王，因就射去攻击伊。约沙法一个喊救命，上主就帮助伊，上帝互因离开，无搁入伊。
政车长一个看到伊毋是以色列王，就外走无过对伊。有一个叙利亚的兵仔开弓，无拍算射入以色列王正家的角抓。王甲赛车来讲：“我着重伤，紧势翻头，带我离开战场。”迄日交战非常猛烈，有人呼以色列王，互伊徛伫车里，面向叙利亚人。到下昏差不多日落的时，伊就死。第19章，犹大王约沙法平安倒去到耶路撒冷的王宫。哈拿尼的囝先见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，甲伊讲：“你哪会去帮赞歹人，听怨恨上主的人？因为安尼，上主的受气会临到你。毋过，你也有好的表现，你有对这个国家废除阿舍拉女神的条项，搁坚心决意找求上帝。”约沙法住伫耶路撒冷，后来搁去民间巡视，对伯示巴到以法莲山区带人民归向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。伊伫犹大全地逐个坚固的城设立审判官。伊对遐个审判官讲：“恁办事着谨慎，因为恁审判毋是用人的权威，是奉上主的权柄。恁审判的时，上主会甲恁同在。但恁着敬畏上主，谨慎办事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无永远不义，无偏袒，无收贿赂。”约沙法对利未人、祭司甲以色列族长的中间选派人，伫耶路撒冷为上主判决案件，调解纷争，因拢住伫耶路撒冷。伊阁命令因讲：“恁着敬畏上主，忠心诚实办理代志。住伫逐个城的同胞闹纷争来找恁，无论是为着害人，还是为着律法甲诫命、规例甲命令这些代志，恁着警戒因，毋通得罪上主，才免上主的生气临到恁甲恁的同胞。恁安尼做，就袂致到犯罪。但宗教案件由大祭司阿玛利亚最后会裁决，民事案件由犹大的族长伊什玛利的囝西巴地亚最后的裁决。利未人做官长协助恁，恁着好胆办事，愿上主甲正直的人同在。咱今仔日读的圣经节伫历代志下卷第13章到第19章。